你平安，有影4年久，头一摆圣歌队去献诗吼，我发现一项，我发现吼，我的声袂使唱歌，我无甲恁骗，稍稍吼唱拢袂出来，所以我吼一定着爱一杯水，我才有法度通讲道。我承认我真正老啊啦，总是真欢喜吼。咱会当伫遮敬拜上帝，安尼疫情以后，真正是真感激啦。咱来参加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今仔日要搁对阮的主所做的新约来三甲想，阮甲伊的关系，阮甲你的关系。主，阮恳求你教示阮，互阮无论讲的、听的，伫你面前平平会当得到你的恩典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今仔日所读这个圣经吼，是约翰第2章迄个迦纳的婚姻，迄个水变做酒以后的代志。这站的圣经哦，真少人讲，真少人讲。至少我伫教会大汉，水变做酒真侪人讲，这个真少人讲。要讲这个代志哦，我要甲上一个圣经的地理课，小甲恁讲一下吼。咱今仔日读第2章的第12节到13节吼，12节讲吼，会当创圣经出来，本来会使。迄12节讲吼，这个代志以后，耶稣甲伊的老母兄弟以及门徒落去迦百农，伫遐住过人，落去迦百农吼。我来讲迦百农吼。耶稣是伫迦纳，迦百农吼是迦纳的北边啦。咱普通伫讲吼，是讲上北落南，对无？北是上去嘛，南是落来。所以这个圣经真趣味，讲吼，耶稣落去迄个迦百农，落去迦百农伫北边，应该。爬去你迦百农才对。过日第13节吼，讲犹太人搬过节，得要到耶稣上去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吼是伫迦纳的南边，所以讲应该讲耶稣落去耶路撒冷才对，南上北下嘛，对不对？总是吼，这我那真有意思啦，所以我伫遮要讲吼，迦百农吼是伫加利利湖的边啊，湖边的所在拢较低。加利利迄边吼，伊的迄个地理位置吼，是伫海拔以下207公尺，差不多200公尺以下，海拔200公尺以下，所以是真低的所在。耶路撒冷咧，耶路撒冷是伫海拔750公尺，所以一粒山顶的顶头。迄犹太人因拢有一个习惯，讲去耶路撒冷就是上去耶路撒冷，虽讲是对北边落南边，因嘛是讲上去耶路撒冷。这有迄个意思。上去耶路撒冷要创啥？上去耶路撒冷要敬拜上帝。所以因吼诗篇的内底有真济，恁若有注意吼，诗篇的顶头遐有写说个诗的性质吼，有一款诗叫做上架的诗。上架，迄个咱新约的圣经是会做讲吼，爬架上耶路撒冷城的诗，爬架上耶路撒，因一方面爬，一方面唱歌，羡慕敬拜上帝。第一出名的迄个爬架的歌的诗歌，就是诗篇121篇，咱大家拢真熟。迄个我的目来望山，我的房产是对倒来。迄是以色列人因对山骹要行去咧山顶敬拜上帝的时，因讲我的房产对我额目望山。头前迄个圣殿就是山嘛，因行的时哪行哪唱歌，表明因羡慕上帝。但耶稣
甲伊的伊约翰讲，搬过节伫要到，耶稣甲伊的学生上去耶路撒冷。对加百隆去到耶路撒冷吼，差不多90迈哦。咱90迈啊，塞车吼半钟就到，150公里，一定就行过来日。咱知影吼，搬过节是犹太人一年一摆真大的节日，因得纪念摩西带因出埃及的时，上帝安怎想办法，互因离开埃及，迄个节日搬过节。耶稣拄啊，我顶礼拜有讲，伊迄个迦纳的新约水变做酒，迄是耶稣真老气做的代志，真少人知影。我顶礼拜有讲，敢若遐工人，甲伊的老母，甲伊的学生妹也知影，伫遐做人客人啉着迄个好酒，因嘛毋知迄酒是对倒来，所以耶稣惊迄个新约差不多无公开。即马要去耶路撒冷，搬过节有足侪犹太人对逐所在来，人真侪，啊，这是伊头一摆公开伊的身份的好机会。应该伊伫遐吼去遐的时，会当好好表现，互人捌伊。总是吼想无够，伊无把握迄个好机会，伊气母一出足大出的。入去圣殿内底，甲人赶出去。耶稣清扫圣殿，其他的3本福音书吼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耶稣做这项代志吼，是伫耶稣骑驴入去耶路撒冷以后，互人掠去钉十字架以前做的代志，所以是伫耶稣的传道生涯较后壁。总是约翰提起来一个头前，所以学者中间真侪人伫遐讲，耶稣去清扫圣殿是诡辩，是毋是伊的讲生涯、传道生涯开始的是一遍，后壁搁一遍？我想毋是啦。我顶礼拜有讲，约翰写的福音，甲其他3本福音传真无相款。伊有伊的目的，我今仔日较等下会讲到，伊写这本的目的，为着迄个目的，伊无照迄个时间的顺序伫摆耶稣的代志，所以伊将这个刷来伫头前，因为咱即马拢伫讲约翰福音传，所以咱有哪用约翰做咱今仔日所要讲的，我会去参考2-3摆会去讲到迄3本福音书的代志吼。那第14节甲第15节，伫讲耶稣入去圣殿时，看到真侪人伫遐做卖牛、卖羊、卖粉饺，啊，搁换钱。卖牛、卖羊、卖粉饺，这是有需要啦，这真正有需要。我拄仔讲，耶稣甲伊学生行90迈哦，150公里。无人对厝呢牵牛还是牵羊要来献祭，无迄落代志啊！你若牵一只牛吼，行150公里吼，迄只牛行到遐吼，一定有问题。啊，圣经讲吼，要献互上帝的牛甲羊，一定着爱完全的，袂使有缺陷。因迄个时代，佫有训练一寡人吼，专门伫检查即个动物的。你牵一只牛，牵150公里吼，迄只牛一定有问题，嘛是袂当献祭 anyway。所以吼，真侪人去到遐才买，才甲因的遐饲专门伫饲的人买。什么人专门伫饲？都是阮这做牧师的啦，这真好的生理的机会啦。阮这伫圣殿内底任一个人，阮吼，大家拢会晓想啦。咱来做迄个一条龙的迄个吼，咱来饲牛甲饲羊，啊来卖人，啊检查牛甲羊的人，佫是咱家己的人，啊这足方便的啦，这人点伊就想出来的代志嘛。这人真正是安尼，因第书教吼，迄个
你无该买遐羊甲牛，也是粉鸟，你煞袂当献祭呢？因毋若安尼贪心迄落，因甲上帝绑架呢？什么人会当献祭？你就爱去，一定爱买羊买牛，这真好趁钱的机会啦！耶稣知影这个代志，伊一定知影这个代志，伊无想到讲。这个人竟然伫圣殿的内底咧做生意，伊无想到啦。开始的时可能是拢伫外口，你若去台湾的庙口，真侪人咧卖香伫遐，应人的方便嘛。这有需要。总是学者是讲可能还毋敢入去甲圣殿的上尾内底迄落至圣所，敢若祭司会当入去，佫是一年入去一摆迄落所在，大概毋敢去遐啦。大概是嘛毋敢伫犹太人的查甫人敬拜的所在，大概是伫较外口，互妇女甲外邦人敬拜的所在，伫遐咧做生意。耶稣去看到，佫得有人咧换钱，换钱这嘛是真趣味啦。因真有志气啦，因无要毋准人用罗马帝国的钱去献金啦，要献金就爱用因犹太人做的钱，圣殿特别的钱，迄上帝印的才会使，就爱去换，换咱应该拢捌换过美金美金1块换30块，这一块要换偌济钱，因家己定的啦。同款是一条龙，同款一条龙，真好做生意。这个代志拢因得包。耶稣看到安尼时候，伊足受气的。圣经讲伊用锁做鞭。耶稣毋是准备要去甲人车物件，绝对毋是。伊入去看到安尼，伊血压起来，伊足受气的。这个生理人的后面，什么人？拢是上捌上帝遐人咧，拢是爱祭司，拢是无应该安尼做，因无应该安尼伫圣殿内底做这个代志，因竟然拢做，伊足受气的，伊入去摕迄个鞭赶遐牛出去，车倒人换钱。咱听这个故事，真侪人对主日学就咧听。老实讲，假使咱的教会，咱无伫遮做生意，假使一个人入来安尼黑白甲你舞你会安怎感觉？耶稣是安尼呢？迄阵人还毋捌伊呢，迄阵耶稣拄开始嘛，无真侪人熟悉呢。伊入去赶遐出去。老实讲，我伫准备这个时候，我真正佩服伊的勇气啦。这是或者看到无公义的代志受气，伊毋是为着伊家己伊一点仔利益嘛无，伊做这项代志颠倒废去事实是安尼，你若去看迄3本福音书，耶稣清扫圣殿了，有真侪所在写讲犹太人要杀伊，为着这个代志因要杀，做这个代志是吃力不讨好的代志。你看到无公义的代志，有时啊，咱台湾人常常会若看到安尼，你为囡仔伫关心政治啊是啥伫遐咧真正是看你无公义的是，咱做爸母的拢讲免安尼啦，免安尼啦，人别人都会使，你是安尼就袂使。我嘛安尼想，我嘛有真正安尼想。人伫做生意拢好势好势，后壁遐祭司头遐拢总因就是无问题，毋才会当安尼做。你是安怎对无代无志就去安尼甲人扰乱？你敢袂安尼想？要为着公义受气爱付代价呢？爱付代价真悬呢？
迄个代志普通拢是拢会互人讲你是要扰乱社会，一定的代志。历史上咱所尊敬的改革者，开始拢互人讲伊是自私，无一个例外。路顶马顶改教，宗教改革，你知影天主教安怎讲伊无？路顶马顶修士嘛，伊无结婚，伊离开天主教了伊去结婚，伊去娶某，佫娶一个修女啦。这天主教讲安怎呢？伊咧反对教会，就是要娶某才会反对教会啦，就是安尼啊，就是安尼啊。马丁路德金 Jr. 一开始民权运动的时，所有美国保守的报纸拢讲伊是共产党。迄个时阵我咧读大学，台湾的报纸嘛是拢讲伊是共产党。今仔日伊的生日，大家咧休困，这敢毋是真讽刺的代志？先知伫伊迄个时代，无人会了解。每年2024，我有看到新闻，台湾伫要纪念我做真尊敬的老师彭明敏教授，伊的迄个台湾自救宣言60周年。你转去甲读伊写的迄个60年前伊讲的物件，咱今仔日拢发生伫台湾，你怎知影？总是伊互人掠来关，互人迫害，互人对。高俊明牧师用伊的良心写人权宣言，国民党的报纸拢写讲伊是有政治野心。你要甲啥人解说？这是为着公义愤慨的人伫负的代价。你敢知影？我拢会记的我彭明敏教授的代志的时候，国民党的报纸我袂记是倒一个。写讲彭明敏不聪明，安尼。郭牧师高俊明不高明，安尼呢。我还阁会记因讲的，因为这是人类历史的讽刺呢。代志过了，咱才知影这个人是非常的了不起。耶稣骂一落遐，第16节讲耶稣。赶遐分家人讲，才搬出去，搬出去，唔通甲我的爸的厝变做买卖的厝。这讲了真温和啦，这讲了真温和啦。伫迄三部福音书的内底，耶稣要赶遐人，伊是用先知耶利米的话，先知耶利米第7章第15节、第11节，伊讲。我的厝应该是基督的殿，恁却甲伊变做土匪啊收。耶稣是用遐强的呢，约翰遮用了真温和。总是我相信，耶稣讲即句话会是一定足激动的，一定足大声的。伊学生惊着，什么证据？过了17节，伊的学期去想到诗篇第69章第69篇第9节，迄节圣经我有创三节出来。对这个69章，我约翰所讲的是第9节，我为着你的殿心火热，规个人拢互吞落去。耶稣学生想是这个。总是头前讲的遐，就是我拄仔讲的。头前讲的遐，你为着公义，为着上帝，你要出面的时，代表做啥物代志我毋知。总是这是代表的事。伊甲第7节，伊甲上帝讲：我为着你的缘故受勒骂，满面见笑。我的兄弟看我做生份人，我的同胞看我做外国人。你若要为着上帝出面，这你爱拍算你会安尼啦。过去第9节，伊在讲，代表在讲，伊想上帝的殿，你会代表想要去上帝的圣殿。上帝甲伊讲，你袂使去，你太伤济人。
所以上帝唔会去。伊足伤心诶，伫伊在位诶时，伊还未死以前，伊将要起圣殿诶材料拢传好，嘛去所在去找师傅要来起圣殿，啊，佮甲伊诶囝所罗门一再佮吩咐，伊就爱起上帝诶圣殿。因想着大笔心无要起上帝诶圣殿迄款心情。看到耶稣迄款表现，因感觉伊咧受气，总是伊是真正对心底的火热发出来。啊，这是约翰的观察，这则是约翰讲的。伊的学生想到这则，这约翰讲的，这毋是耶稣讲的。第18节果然，遐犹太人来甲伊问。你要用什么新药，甲阮证明你有官兵做这个代志？这个新药吼，是我顶礼拜讲sign 是啥？sign 是你看会到的物件，后壁还佫有物件。毕业证书就好啦，我的毕业证书摕去，恁。譬如讲，我要去找头路，我摕我的毕业证书出去，恁看我的毕业证书，迄是啥人？恁用迄个毕业证书看我所读的学校，你会当讲这个人有法度通做这个代志啊无？你伫遐，你伫读册去读啥？是阮需要的，毋是？你问就知啊。倒一间学校迄毕业证书，迄是啥人？迄张毕业证书袂当代表我。总是迄张毕业证书会当甲人讲关系我，因要讲你是啥人，你有啥物？你有啥物证据会当讲你会使关圣殿啊？做这项代志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你若会惊神呀吼，阮就信你是上帝找你来的啦，真简单是安尼啦。总是真趣味哦！耶稣无惊神呀，耶稣无讲好，我做一个互恁看，无。你若读圣经哦，你会当注意一项，耶稣毋捌为着要证明伊家己惊神呀互看。逐摆人要爱伊，甲因帮赞，伊病创啥？伊拢欢喜做，为着别人伊拢有做，为着伊家己伊毋捌做。伫马太第12章第38节到39节，有一个犹太人讲叫耶稣讲：听讲你会晓行神迹，你咪做一个神迹互阮看。耶稣就讲：上好的神迹就是用咱的神迹啦。迄恁若毋信哦，我安怎做也无效啦。这是耶稣的态度。伫遮伊若摕一个证明出来，拢解决啦，敢毋是？伊毋啦，总是伊。讲一个真趣味的代志，咱来对第19节到20节看。第19节，人甲伊讲你有啥物证据？第19节伊安怎讲呢？伊讲恁拆毁即间圣殿3日来，我要搁家起起来。因为假使你若伫遐徛吼，你我咱伫遐徛，人甲伊讲安尼啊，耶稣讲安尼，你听有无？老实讲，你听有无？听无啦。你是咧讲啥？人要甲你讲神迹，你敢若讲？啊，就讲恁拆毁即间圣殿3日来，我要去。我看我即个头壳还学袂上啦。我有去看真侪注解，总是我即句话我嘛学袂上咧。这注解拢无呀吼。我伫想讲吼，耶稣敢会讲好啊？恁若要看神迹吼，恁迄间圣殿甲拆起来啦。啊，我3日去互恁看。你先去拆圣殿嘛？你甲拆起来，我3日较互你看。这小可讲会通吼。所以我相信毋是这个意思，耶稣毋是这个意思。遐人听无，因想到的圣殿就是即马拄啊起好的圣殿，起46年。约翰讲起46年哦，我相信有算过，因为我读的注解吼，希律这间圣殿是希律起的。希律是对主前16年开始起，
耶稣出来传道理30岁，拄拄啊46年，我想约翰一定算过46年，用46年才起好，你3日就要甲起起来。因根本毋知影耶稣在讲啥，因想到的是敢若即个圣殿，哪有可能46年起的，你3日就要起来？第21节，约翰甲咱讲耶稣的意思是啥？这约翰讲的，其实耶稣所讲的圣殿是指伊家己的身躯，伊的身伊要死，3日伊要国活，伊这个身躯是上帝的殿，所以伊用伊家己的身躯，甲因讲：恁等一下，有一日恁会看这个圣殿，伊的身躯倒落去，3日阁爬起来，伫遮啦。这是真深啊！这个神呀，无人听有啦，无人听有，连伊的学生嘛听无，连伊的学生嘛听无。第22节，约翰讲吼，约翰讲吼，伊对死人中国活以后，伊的门徒才记得伊捌安尼讲。因就信圣经甲耶稣讲的话，迄个时阵因完全听无，完全听无。是到耶稣过活了，因才讲：哦，伊就是在讲这啦。这真趣味呢哦！咱若照约翰的时间来算吼，就是耶稣做这项代志是伫伊的 ministry 开始的时候。到耶稣过活，因才明白吼，迄是3年后的代志呢，毋是？3年后的代志呢。不过你若照3本福音段的迄时间来算吼，迄是1礼拜前的代志。因为我拄仔有讲，迄是耶稣入耶路撒冷了去做的代志。耶路撒伊礼拜日入耶路撒冷，拜一做迄样代志，拜4伊就互掠去，拜5互钉十字架，过落迄个礼拜日伊就过活。若是照4福音其他3本福音段迄个时间来算，迄1礼拜前的代志，因一定会记的，因一定会记的。老实讲，我较爱想讲，应该是迄3本福音书的时间较对啦。你要叫你记3年前的代志，啥人讲啥，你敢有影想会起来？这是真趣味的。而且耶稣无惊神者，无做惊神者，互遮个人看。1礼拜后，伊死过啊。学生虽知影，伊伫讲圣殿要啊，这代志是伫讲伊家己啦。啊，约翰讲吼，因就信圣经甲耶稣所讲的话，这是真大的转变咧。但咱顶礼拜甲即礼拜，咱看即2个神者。今仔日即个你要讲神者也是好，要讲耶稣无惊神者也好。毋过我会说明，咱会当讲耶稣的神者。约翰是安怎将即2个放做伙？我爱咱参加，我有提出创 PowerPoint 啦。第2章的11节甲第2章的22节，是约翰写即2个神者的理由。头一个是迦纳的婚姻了后，因咱今仔日读对第22节开始，这是约翰的评语。伊讲耶稣伫加利利的迦纳行即个第1个神者，伫遐显示伊的荣光，伊的门徒拢信伊，真要紧。迄个信哦，第2章的22节，伊对死人中国活了后，伊的门徒才会记得伊捌甲因讲安尼讲。
因就信圣经甲耶稣讲的话，这是信，拢总有信。头一个，因看到迄个神者，因敢若信耶稣，伊实在甲人无共款。第22节，因信圣经，迄个时阵因的圣经敢若旧约啦，对啊。所以因信旧约关系圣经旧约关系耶稣所有的代志，因拢相信。啊，迄是旧约。后来耶稣所讲的话，迄是新约，那是因完全相信。这也是约翰写这本福音书的原因啦，伊的动机伫遮。过落去，我有搁摕一节圣经，迄是约翰，我顶礼拜我哪有摕这节吼？约翰第20章31节，约翰写讲吼，记载遮个是要互恁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，搁互恁通过信，靠伊的名得到活命。约翰写这本福音书的迄个理由伫遮啦。啊，伊记这两个神迹，事实有发生迄个效果。这是我要对这两项要甲咱分享的头一项。第二项，我拄有讲，耶稣讲伊的身躯是圣殿，这个殿伊用伊的身躯比作是上帝的殿。圣经真奇妙。过60年后，有一个叫做保罗，伊伫哥林多前书第6章，伊写这个话。伊写这个话吼，咱大先做伙来看吼。伊甲哥林多的会友讲，敢毋知恁的身躯是圣神的殿，即位圣神踮伫恁的内面，是对上帝领受的，毋是恁毋是属家己，是属上帝。因为恁是上帝，恁是伊出代价买来的，所以就用恁的身躯荣耀上帝。你若去读较头前18节以上，你就会看到保罗是安怎讲这话。对迄个前几节，保罗咧讨论吼，讲去基督徒的代志啦。显然伫哥林多教会吼，有信徒吼走去基督徒啦。保罗是甲因讲，恁去安尼是拍垃圾恁的身躯，拍垃圾恁的身躯。啊，伊甲因讲，你着知影，恁的身躯是上帝的殿，恁毋好乱舞啦，恁毋通恶用你的身躯啦。伊是伫甲因警告，伫甲因考验。这个身躯是上帝的，耶稣用伊的身躯比如者，例如我想咱大家拢捌读过这个圣经在，可能恁也捌听过牧师讲到用讲身躯是上帝的殿，这是爱咱警醒，爱咱警醒，你安怎用你的身躯？我相信咱拢同意啊。咱拢知影，伫咱的内面哦，有时啊，咱的身躯内底面实在是灰哥哥啦。咱大家拢知影，咱拢捌经验过。我捌读到一个故事哦，讲一个少年人去问一个足有学问的人讲吼，我要问你吼，有人甲我讲吼，咱的人的内底吼，有一个好的物件，甲一个歹的物件，啊，因不时的战争，敢有影安尼？伊讲有啦，有影安尼啦，是有影啦，啊，这有影啦。啊，这个少年人讲，你想吼，倒一个会赢？这个真有学问，这个人讲吼，这看你平时用偌济饲倒一个，啊，迄个就会赢啦。这有影呢。我毋知影你要饲倒一个啦。那我甲你讲。我拢饲迄个较歹，迄个较好饲，你敢知？迄啥物都食，
要饲迄个好诶，真艰苦呢。保罗伫遮，身躯是上帝殿，咱爱顾守咱诶身躯啦。即个身躯是上帝殿，你若将即个身躯看作上帝殿，你毋敢恶用身躯。圣神伫你诶内面。通过这个身躯，人要看到圣神的工作。你要做见证，一定爱用这个身躯。这是互咱通提醒咱的所在。我拄仔讲诶，咱有时咱感觉咱的身躯内底咱的物件如假假，咱毋知影要安怎。迄类。耶稣看到迄个圣殿，就是安尼啦。敢若一个会当清扫圣殿的，敢若耶稣那样。咱爱常常求主，甲咱拼拼咧，清清咧。迄个过程毋是真爽快，毋是真爽快，总是真需要。上落尾我拄有讲吼，伫遮耶稣无惊新约，新约是伊的国外的代志。总是我要甲咱大家讲吼，这甲我后礼拜讲道有关系。耶稣去，我拄仔讲耶稣去搬假祭，搬假祭犹太人哦，普通拢8日，迄祭期8日啊。头一日是搬假祭，过来有7日吼，是一礼拜是因的叫做无假饼的祭。因做伙食无假饼，嘛是咧纪念搬假祭的代志。当时有7、8日，伫圣殿，人要求耶稣行新约，伊拒绝，伊无行新约。总是吼，伊伫遐继续住落迄几日哦，伊行足济新约。真可惜，圣经无甲咱讲，约翰拢无讲。我顶礼拜有讲，规本约翰福音传的内底，约翰敢若写8个新约内底，约翰拢见过，伊无讲。总是我是安怎知影耶稣伫即几日中间行足济新约？迄是迄个约翰福音传第3章的第1节甲第2节，恁拢知影即个人吼？伊讲有一个法利赛人，名叫做尼哥底母。是犹太人的领导者。有一暗，这个人来见耶稣讲：“rabbi，阮知你是上帝差来的教师，若毋是上帝甲你同在，无人会当行你所行遮的新约。”所以耶稣伫迄几日的中间行足济新约，毋是为着伊家己，拢总为着别人。这我后礼拜会讲道会讲这，所以我袂使阁讲，啊若无后礼拜就无通讲啊吼。咱来三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通过阮的主，将伊的身躯譬如做上帝的殿，互阮阁一摆反省阮甲你的关系，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。总是阮常常恶用，阮袂记得阮是你重价钱买来的物件。主恳求你清扫阮的圣殿，互阮的清气伫你的面前，互你欢喜，也为着安尼，为着你的名做见证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